朝連呢座打破傳統嘅祠堂呢，到依家仲喺度教緊我哋點樣破局。探索100座被時間遺忘嘅舊建築。爐邊名宦家廟。1897年，澳門富商盧九倡議改建盧氏祠堂。當時面對各姓祠堂競相翻修嘅局面，長老們呢就喺祠堂展開一場改變家族命運嘅討論。盧九語出驚人，既然要俾就俾個青史留名，我哋要等盧氏之名呢就響徹朝野。一場激烈嘅討論之後呢，文林郎盧公祠呢就正式更名為名宦家廟。咁點解係要更名為名宦家廟呢？原來盧氏一族自明代起呢就已經名言輩出啦。盧氏歷代為官者呢達到20幾人，可謂真正嘅名宦世家。咁但係一直以嚟呢，盧氏家族嘅榮耀都只能夠喺族譜入邊嘅字裏行間默默流傳。盧九睇準咗呢個契機，佢深知呢喺注重科舉功名嘅時代呢，名宦兩個字嘅分量，呢個唔單止係名稱嘅改變，更加係家族身份嘅重新定位。從尋常嘅家祠升級到受朝廷認可嘅官宦之門，改名嗰日呢，成條祠堂街都為之震動啊！面對鄰姓族人炫耀石雕木刻嘅競爭，盧九呢就用青史留名破局。呢個唔係財力嘅較量，而係底蘊嘅比拼啊！喺家廟後座嘅呢座獨特嘅2層建築玉杯樓，更加係一個藏住關乎家族文脈嘅傳奇。盧氏11世祖斐齋公因為學識淵博，參與編製國史。史書收成之日呢，皇帝御覽之後呢，龍顏大悅啊，親手賜咗斐齋公一對和田美玉雕塑嘅玉杯。在豫歸鄉嘅斐齋公面對族人為佢修建功德牌坊嘅建議呢，佢都選擇咗破局噶。牌坊呢雖然好顯赫，但係始終會隨住歲月風化，咁不如建一座藏書樓，將呢座玉杯供奉其中，等啲後世子孫見杯如見自學之心。於是呢，一座獨特嘅2層小樓呢，就喺家廟嘅後座拔地而起，從此玉杯樓就成為咗盧氏家族嘅精神聖地。盧氏家族嘅破局智慧呢，就話俾我哋聽，真正嘅破局呢，從來都唔係跟風行人哋踏平嘅道路，而係有勇氣開闢屬於自己嘅道路。